歡迎光臨軍事快訊90秒，我哋繼續講委內瑞拉嘅斬首行動。今次講緊咩啊？三角洲特種部隊，其實三角洲特種部隊係美國係頂尖嘅特種部隊，大家都知㗎啦，睇過好多套戲㗎啦。今次配合佢嘅咧係160航空大隊，亦即係咧係 Black Hawk Down 嗰支部隊，兩支夾埋之後咧，今次嘅主要主角就係佢哋啦已經。咁佢哋其實訓練咗應該超過3個月，呢3個月咧每一個 Delta 嘅士兵，係對嗰種建築物熟悉到眯埋眼都知個廁所喺邊㗎啦，已經係。所以嚟講唔係突然之間發生嘅。總共24位 Delta 係經過咗3個月精密訓練先至能夠咁精準，知道馬杜羅匿喺邊間房，點樣截停佢。好啦，點樣嚟嘅咧？當上空打到乒鈴嘭爛嗰陣時咧，大家以為係空襲啦，其實真正嘅就係包括咗呢幾支直升機部隊去到佢個屋頂放落嚟之後咧，跟住就由三角洲特種部隊有6個人守屋頂，另外分咗2個18人落去之後咧，每一層斬完之後咧，捉到馬杜羅，係短短嘅3分鐘之內就結束咗戰鬥。咁當然啦，上咗直升機，戰鬥直升機係對地將地面上嘅防空嘅單兵進行攻擊嘅。視頻上面有㗎，大家有啲直升機對地攻擊嗰個就係啦，已經係好精彩嘅。所以精密嘅唔係因為佢計算，係因為佢有演練，佢有練得好精準，先有咁成功嘅軍事行動。